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我哋公司嘅產品普力活 BB 啦。咁都市嘅女性咧，大多數咧都會缺乏咗膳食纖維啦，咁同埋鈣質嘅。咁而我哋公司嘅普力活 BB 咧就啱啱好咧就係為大家解決咗呢個問題啦。咁大家知道啦，其實當我哋血液裡面嘅鈣質唔足夠嘅時候咧，其實身體咧就會好自然喺你骨骼裡面抽取一啲鈣質去補充嘅。咁所以平時我哋咧去攝取呢個鈣質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而普力活 BB 裏面嘅食物纖維咧，有96%咧就係水溶性，咁佢同鈣質咧係有一個好好嘅相容性啦。咁大家亦都唔需要擔心佢會妨礙到鈣質嘅吸收。咁除咗膳食纖維啦同埋鈣質之外咧，普力活 BB 咧亦都同時加入咗維他命 C 啦、木寡糖啦、梅精啦。咁知道咧，可能有啲人咧唔係好擅長去吞一啲藥丸啊或者膠囊嘅嘢啦。咁唔緊要，我哋嘅普力活咧就係一種一打開就可以即刻飲嘅液體健康食品嚟嘅。咁每一包咧佢都係獨立包裝啦，咁亦都係好方便大家可以攞出街啊、出差啊或者去旅行嘅時候嘅。咁而我哋嘅普力活 BB 亦都係連續3年咧榮獲咗世界品質評鑑帶上金獎嘅產品嚟嘅，可以隨時隨地咁去飲，隨時滿足到你哋嘅需要。